来看气象署继续发布强烈风台花加沙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，台东、高雄、和屏东三个县市目前是陆上风台警戒的范围。风台目前是以1点钟2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移动。伫早起11点，风台的部分款嘛已经卡到恒春半岛。咱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。 目前暴风圈正在影响南端陆地，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巴士海峡，预估仍然是往西的方向移动。今天晚上会到达台湾南端的海面，明天清晨以后会往台湾西南端的海面移动。现在直到明天白天，江沙最接近我们的时候，也会以强烈台风的强度影响我们，而我们还是持续针对 台湾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针对台东、恒春以及屏东、高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。从雷达回波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早上我们说首先先看台风中心的位置。 台风环流和外围环流的云系已经一波波移向陆地。雷达回波上，如果是暖色系，尤其像红色这种暖色系，到个上空就容易带来瞬间的强降雨，甚至是闪电、雷击、强阵风。今天早上在花莲曾经有时雨量60毫米左右的时雨量降下来，而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早上这边移进的回波并不是很连续，但是 从台风环流在靠近的过程中，环流带来的云系已经比较连续、比较绵密的往 花东、恒春以及屏东山区移动，这些地方目前正在下比较瞬间强的强降雨，也预估这些地方的雨会越晚越多。我们从定量降雨预报上，就像昨天告诉大家的预估，从今天下半天晚上开始，一直到明天，将是整个这次台风影响的降雨区域，整个东半部地区、高屏山区降雨最显著的时候，我们就以各12小时定量降雨预报可以看到 是粉紫色的，表示12小时在花东以及高屏山区可能会有200毫米以上的降雨。而现在我们所发布的豪雨特报，依旧是针对宜兰山区、花东地区、 恒春半岛、绿岛、兰屿和屏东山区发布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的可能。另外，大台北地区、宜兰平地、屏东平地，加上桃园山区、台中山区、南投山区以及高雄山区可能会出现大雨。